好多花甲老友一輩子捱苦辛眼，退休金到手從唔亂花，平時買餸都貨比三家，到頭來年年盤點存款，總係唔見有多少積蓄，錢好似無聲無息流走。好多長者以為係物價貴開支多，從來唔會留意自家入門玄關。今日陳伯講嘅居家守財真相，係幾十年看窄無數案例驗證過嘅總大門。玄關孩子亂堆一地，等於親手堵住全屋財氣入口。財氣一入門就被集毒陰氣沖散，自然永遠存唔低養老錢。今日將親自調理嘅真實長者個案，亂堆孩子漏財底層原理、玄關放鞋兩個黃金核心規矩，全套零成本整理守財方法，毫無保留講晒俾大家。先同大家分享前年親自上門調理嘅第一個真實個案。63歲嘅吳伯同老伴住舊式唐樓兩房單位，兩人退休多年，每月合共有一筆穩定退休金，平時極之節能，唔買奢侈品，小應酬聚餐卻年年存唔低幾分。積蓄時常遇上水電維修、身體輕微病痛、親友臨時借錢等突發開支，到手退休金轉眼就耗散。仔女在外打工想煲貼兩老，寄翻嘅零用錢亦總有各種理由花光。兩公婆心入面一直疑惑，點解明明唔亂使錢，錢永遠留唔低。吳伯生性怕麻煩，玄關從唔擺封閉鞋櫃，每日外出翻屋嘅拖鞋、皮鞋、運動鞋全部隨意脫在門口地面。有時孫仔翻嚟玩嘅童鞋、舊鞋一放就幾日唔收拾。整個玄關地面鋪滿10幾對鞋，連大門推開嘅通道都被雜鞋阻擋，空間陰暗雜亂，鞋底帶翻街頭灰塵同雜毒陰氣滲滿成個納氣口。後來透過街坊介紹揾我上門睇宅，一踏入玄關，我即刻找到漏財根源。玄關作為財氣唯一入口，卻被成堆亂放嘅鞋子完全封死，街頭雜毒陰氣堆積不散，四方吉氣，財氣入唔到屋。就算每月有固定退休金進足，都會被滯留陰氣持續耗散，形成財來財去留唔低積蓄嘅格局。當時我同吳伯講，唔使花大價錢訂做大型鞋櫃，淨係記住2個放鞋核心規矩，再簡單整理玄關雜鞋，就能打通財氣通道，守住養老積蓄。第一步先將門口所有亂堆嘅鞋子分類清理，長年唔穿鞋底磨損嚴重，發霉破損嘅舊鞋一次性打包丟棄，只留每日必穿嘅2-3對常穿鞋。第二步跟足2大放鞋，黃金規矩重新擺放，其餘閒置鞋子全部收鎮，封閉矮鞋櫃，唔准露天鋪滿地面。第三步，每日夜晚睡前簡單整理玄關，保持門口通道空晒無雜物。吳伯同老伴聽足我嘅建議，當日就清理晒門口堆積多年嘅舊雜鞋，添置一個細細嘅封閉矮鞋櫃，嚴格跟足2個放鞋規矩，維持玄關整潔。短短2個半月變化，極之明顯，屋企極少再出現無端突發開支、水電維修、輕微病痛，次數大幅減少，每個月退休金都能存低，大半年落去積蓄數目可觀。兩公婆專程買新果登門多謝我，先至明白，只係門口鞋子隨意亂擺，就足以耗盡辛苦委落嘅養老錢。再同大家分享另一個上年調理嘅海外華人長者個案。69歲嘅鄧阿姨獨自住海外高層細單位，每月退休金足夠生活，卻年年存款零增值，仲時常因為雜亂玄關引來鄰居口舌是非。鄧阿姨屋企玄關空間細，從唔收拾鞋子返屋之後，皮鞋、涼鞋、拖鞋全部隨意丟在門口地面，10幾對鞋堆滿整個入門區域，連門盾都俾雜鞋遮蓋。每當發退休金之後，不出半個月，總有各種意料之外嘅花費，買藥、家電、維修人情，禮金層出不窮，想存一筆用金始終無法實現。透過遠程視頻諮詢揾我化解。
我逐樣教佢清理舊鞋，添置小型封閉收納鞋箱，嚴格執行2個玄關放鞋規矩，每日堅持整理門口雜物。堅持1個月之後，鄧阿姨明顯感覺開支減少，無端耗錢嘅小事大幅消失，每個月都能穩定存低一筆退休金。好多老友同從前吳伯鄧阿姨一樣，完全唔明白玄關亂堆鞋子為何會直接耗散養老積蓄。今日陳伯拆解底層風水原理，首先要清楚大門玄關係陽宅入氣明堂，等同屋企嘅後嚟，天地間4方正財貴人吉氣，全部透過大門玄關流入屋內。明堂核心講究通透乾淨無阻礙，先能夠留住吉氣財氣。而孩子每日踩踏街頭道路，經過馬路、醫院、商鋪各種集氣場，鞋底會克負大量街頭毒陰米氣，屬於陰毒雜物。一旦隨意露天堆滿玄關，地面會帶來3重，直接漏財損耗。第1重阻斷財氣入口，成堆雜鞋如同石喉堵塞河道，財氣行至玄關就被雜鞋阻擋，無法順利流入客廳財位。屋內錢庫長年空虛，收入再多都難以留存。第2，重雜到陰氣沖散屋內原有財氣，鞋子散發街頭陰毒氣甚漫整個玄關，就算少量財氣勉強入屋，都會被陰毒雜氣沖散，形成財盡積散格局。對應長者就係退休金到手就有各種零碎開支，永遠存唔低積蓄。第3，從舊鞋堆積衍生滯氣，超過1年唔穿鞋底磨損發霉嘅舊鞋，會囤積衰敗滯氣，加重屋內耗財氣場。長者容易遇上投資體損、親友借錢唔還、突發病痛耗費大筆藥費，花甲長者自身元氣隨年歲衰退底，高陰度雜氣能力遠不及年輕人。玄關亂鞋堆積帶來嘅漏財影響會加倍明顯，一輩子曳落嘅養老錢就因為滿口呢個小小雜亂細節慢慢耗散。接下來陳伯重點講本片核心乾貨，玄關放鞋必須死守嘅2個簡單黃金規矩，所有老友唔論屋企大小有冇鞋櫃都能執行，記熟就能打通財氣，笑住養老積蓄。第1個核心規矩，閒置鞋子必須全數封閉收納門口地面，只留1人1對常穿鞋，絕對唔准露天亂堆多對鞋。風水講鞋子屬地六陰物，露天擺放就會持續散發雜毒陰氣，堵塞明堂。正確操作分3層細則，首先分類斷捨離清理舊鞋，鞋底嚴重磨損發霉變色超過1年，從未穿着嘅舊鞋，揀晴天一次性打包丟棄，唔好捨不得留在家囤積衰氣。其次，收納必須用大門封閉式家居，無論木製矮鞋、櫃布製收納鞋箱、塑膠密封鞋盒都得帶遮蓋門板，千祈唔好買開放式鐵架，無遮蓋層板擺鞋。開放式收納等同鞋子依舊露天散毒氣，化解唔到漏財煞。最後，門口地面嚴格控制數量，每個家庭成員只留1對當日常穿嘅拖鞋或者外出鞋擺放門筒，其餘皮鞋、涼鞋、運動鞋全部收進封閉收納具，唔准多過3對鞋同時鋪滿玄關地面。就算細單位冇地方擺大型鞋櫃，都可以用密封鞋盒搭放於玄關側邊櫃底，絕對唔好攤開在入門通道。好多老友圖方便，將10幾對鞋全部擺門口，違反第1條核心規矩，日日耗散自身退休金。跟足呢個規矩就能隔絕雜毒陰氣外泄，打通財氣流通通道。第2個核心規矩，鞋櫃擺放大門右側高度唔過腰，鞋頭全部向屋內擺放，唔准鞋櫃直衝大門，唔准超高壓門。呢個規矩分2大細節拆解。第1，鞋櫃方位同高度標準，站在屋內面朝大門，左手邊係青龍位，主貴人財氣福穩，必須維持空曬通透，千祈唔好擺放鞋櫃堆雜毒陰氣。右手邊白虎位專門用來擺放封閉鞋櫃，能夠壓制鞋子帶來嘅街頭毒氣，唔會衝擊青龍吉氣。
同時鞋櫃高度嚴格控制在90至110公分，唔好超過成年人腰部位置。風水三才分天地人，鞋子屬地底浪物，鞋櫃過高超胸口就叫以卑犯鎮，會令屋內人常年壓力重重，開支不斷，退休金無端耗散矮櫃，既能收納雜鞋，又唔會壓抑全屋吉氣。第二，鞋頭擺放朝向規則，所有收納入鞋櫃嘅鞋子，鞋頭統一朝向屋內客廳方向，唔好鞋頭對住大門向外，鞋頭向外等，同每日將屋內財氣福氣往外推送，加速錢財外泄。鞋頭向內寓意將四方財氣順住鞋履帶返屋內，穩固錢庫，利於存積蓄。就算門口暫時擺放個常穿鞋，都盡量鞋頭朝屋內擺放，減少財氣外泄機會。呢兩個核心規矩簡單易記，唔需要複雜風水之稀，每日花幾分鐘整理玄關就能堅持執行。好多老友花大價錢買銅葫蘆唔遞錢，招財水晶擺客，聽上旺財存錢，卻依舊存唔低養老積蓄。根源就係玄關亂堆鞋子，二患兩大方係核心規矩。一邊擺招財費打通財位，一邊門口雜鞋倒屎納氣入口，再多旺財物件都抵，擋唔住雜毒陰氣耗散財氣，本末倒置，永遠無法守住退休金。講完兩個核心放鞋規矩，陳伯再補充配套朝早守財細則，搭配規矩一齊執行，效果加倍。第一，玄關地面每日簡單擦拭清潔及時掃，走鞋底帶翻嘅灰塵泥積、灰塵囤積等同陰毒氣堆積，每3日一次清水抹地，淨化明堂。第二，門店定期清洗替換，千祈唔好門店污漬滿布仲繼續使用。門店係過濾街頭雜氣第一道屏障，谷污門店會令毒氣直接顛入屋內。第三，玄關唔好堆放紙箱、舊雜物、垃圾桶，保持入門通道全空晒，財氣流通毫無阻礙。第四，每月初一檢查一次鞋櫃，清理新積累嘅閒置舊鞋，唔好越積越多，重新堆滿玄關。第五，玄關適合擺一盆細小虎美蘭，溫和催生陽氣。中和孩子帶來嘅度陰氣旺財兼穩定家運，千祈唔好擺仙人掌、玫瑰等帶尖刺植物，尖煞會招來耗財。小人好多花甲老友會疑惑，只係整理門口鞋子跟足兩個放鞋規矩，唔使花大錢，唔使動裝修，點解能夠守住多年養老積蓄？風水核心爽氣，通則財聚，氣塞則財散。玄關作為全屋唯一財氣入口，雜亂露天鞋子等同堵塞氣，盜雜毒陰氣持續沖散屋內錢庫，退休金再多都會無端耗散。只要跟足兩個放鞋黃金規矩，封閉收納隔絕俗氣，正確擺放不沖吉位，明堂通透乾淨，四方財氣順暢流入客廳財位，長者退休金自然能夠穩定流循，晚年唔使為錢財憂愁。特別係60歲以上準備安享晚年嘅老友，一輩子辛苦禮樂嘅養老錢係晚年安身根本，千祈唔好過因為門口隨意亂退鞋子，呢個小細節令多年積蓄慢慢耗散。陳伯再同各位老友簡單總結兩個玄關放鞋核心守財口別。第一規矩，閒鞋全封閉收納，門口只留一人一對常穿鞋，唔准露天雜亂堆積。第二規矩，鞋櫃放滿又高度唔過腰，所有鞋頭一律照屋內，唔准直衝大門。超高擺放兩個規矩互相配合再搭配，每日簡短清理玄關，照慣就能杜絕漏財格局，穩住長者養老積蓄。最後陳伯同各位花甲老友講句真心實在嘅說話，居家守財從唔需要昂貴法器、複雜裝修，關鍵在於打理好全屋最重要嘅納氣玄關。門口鞋子看似細微小事，卻直接左右屋內財氣流轉。跟足兩個簡單放鞋規矩，清理門口雜亂舊鞋，打通財氣入口，拉喺官陽氣充足，自細拜崇少見，退休金唔會冇端耗散。
每年都能穩定存低一筆養老備用金，晚衣食豐足，唔使為錢煩惱。居家風水從來唔係虛幻玄學，只係順應天地陰陽氣流規律，打理好入門明堂，隔絕毒陰雜氣，財氣自然源源入庫，養老積蓄越睇越厚。從今日開始，大家即刻返屋企整理玄關亂堆嘅鞋子，嚴格跟足2個放鞋黃金規矩，堅持一段時間就能親身感受到每月開支減少，存款穩步增值。守住一拜子，辛勞惠樂嘅養老錢，就從整理門口鞋子呢件小事做起。